宇宙，他把你，啊，宇宙出来，宇宙来底有啥物？然后我瞧一下，从银河系叫你叫啥？然后我瞧一下，他刚撞歪了。啊，从银河系去叫你叫啥？星系，星系啊，哈。咱这个星系叫银河系啊。其实伫咧宇宙甲星系中都是用星系团。啊，因为咱的星系的数量嘛不了百几百亿个。啊，在几百亿个星系里面哈，你像讲咱的银河系，甲咱附近的啥物咱有离咱上近的是一个仙女座大星系，伊比银河系较大。啊，搁横对有大小麦哲伦星系，这个星系咱搁组成一个叫做本星系群的星系团。啊，咱这个组织伫咧恁的课本内底，吼，无个讲啊，吼，伊甲讲了星系了。好，所以咱厝的星系叫啥？银河系。银河系咱顶有讲过，伊的英文是啥？ Milky Way。嘿 ，The Milky Way 吼，牛奶大道，吼，牛奶大道。大家星系下骹，咱的银河系，像咱银河系是啥物组成？星球。银河系哦。恒星嘛，吼，恒星。咱的恒星叫啥？咱是头嘛，银河系内底有差不多2000亿颗恒星。其实中间都有一个叫做星团呢。银河系内底的恒星还会搞小圈圈就对了啦，它会有小漩涡啦。不过也不一定每个都会有小漩涡啦。你像咱的太阳就无迄个没有搞小圈圈。好，我们太阳。那太阳就是直接绕着银河系旋转。咱太阳系哈，离银河系的位置哈，正边缘地区啊。啊，银河系侧面看起来像一个荷包蛋，上面看起来是一个很多旋背组成的。好，但太阳系也位于猎户座旋背的。啊，其中的猎户座旋背上，当然差不多在这个位置了，啊，在这个位置了，正偏远地区啊。不然今仔日要讲的主角就是咱的太阳系，啊，就是咱太阳系。来，咱太阳系的行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几粒？几粒？数不完。什么数不完？行星俩，几大行星啊？八大哈，八大哈。以前是9大啦哈。从7元2006年改了。然后胖起几粒？冥王星。冥王星。冥王星想让而已啊，用像架一样。飘走了。啊，飘走了，被黑洞吃掉了。啊，对啊，就飘走了。就我脑啊。那你好命啊，你们知道？我知道你知道。那就有这一2啊。小不关冥王星的事情，冥王星没有改变过，因为咱伫冥王星的外口，搁发现第10粒、第10、第11、12、13、14，一颗一颗找到了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就变成10大行星、11、12、13大行星啊。所以科学家有开会，有一个议案真的是这样子，但是有一个议案就是修改行星的定义，冥王星跟伊外口的行星不符合行星的定义，导致它们被降级，变成一种叫矮行星，降一层。
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被降级，因为我没有通知他们啊，我没有为什么没有通知他们？因为我们的信寄不到那边，我无法通知到他们。对他们也没有影响啊。黑是咱人类的定义，把它降了。修改了什么定义？咱再讲，咱先来讲咱这8大恒星是哪8大？来看第一粒，离太阳上近的这粒，来叫啥？那个水星。水星哦。对。来，咱双语哦，咱所有的行星都有英文名字哦。它也英文名字都跟神有关，它的神是那个希腊罗马神话故事来类的神。水星的神，水神，波斯哦，波斯的。水星的神哦，上可恶无啦，上个要食物件哦，乌白来的。谁在吃东西？变大，变大，你怎么给我？好吃吗？还加分哦，房价。水星其实离太阳最近的一颗，所以它公转的速度是最快的。所以咱在天顶看到水星移动拢足紧，所以水星伊的英文好叫 Mercury。伊伫希腊神话内底是信差之神，上辉啦，啊，那像迄信鸽安尼，啊，所以水星的特点是哦，伊表面完全没有大气，一点都没有，没有的原因是因为伊离太阳伤近啊，太阳风会把它表面的大气全部吹走，所以它表面没有大气，没有大气，让它显得变成怎么样？温差很大。给讲无大气搅拌，嘛无温室效应，所以这型水星哦，它面对太阳那边温度高到400多度，不过伊的背面，太阳的背面。伊的温度会让零下100多度，非常不均匀。好，这个是水星，第一粒的水星。来，第二粒是啥？金星。金星。金星的名是内底最响亮。金星哦，是咱肉眼可以见到天空除了太阳、月亮之外最亮的一颗星。好，最亮的一颗星，但因为它太近了，它一动也没赶你发光啊。无影啊！上个，它无影。然后你课文那么苦吗？只有我举起来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金星哦，因为伊离咱也近，离太阳也近，所以它反射太阳光很强烈。哦，当然它不是恒星，它不会自己发光啦。啊，咱啊，天空除了太阳、月亮之外，再扣掉金星，我们讲啊，我们如果把它单纯定义恒星好啊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，最亮的一颗恒星。天狼星，好，但是金星某个时候会比天狼星还要亮。来，金星的英文，金星的这个神很出名，它叫维纳斯。听得懂？哦，Venus 嘛。no， 还没到。今天钓竿，好问题。Venus 是什么神？希腊的神。他掌管什么的？钓竿。他们叫美丽啦，美神啦，美神维纳斯啦。因为金星顾名思义很亮，
啊，很亮，而且它比太阳系来对温度最高的一颗，它是温度最高的一颗，小太阳也温度最高，因为它表面充满比地球还浓100倍的大气，而且它的大气99%是二氧化碳，所以这个温室效应导致金星不管面对太阳背对太阳，一整颗星球因为温室效应造成高达摄氏将500度的高温。所以金星尽管没有液态水存在，500多度没可能液态水存在。好，那人类可能也只能在金星周围去看。好，那温度那么高，你也很难去登它。来下一颗，第九，这不怕就矮啊。太阳算了。地球是第3颗，地球跟金星它的大小差不多。银都开系列所以它像一对双胞胎一样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地球跟金星嘛差不多拢是表面几乎都是二氧化碳的大气。不过地球经过生物的转换，我们渐渐把大气里面成分改变，所以地球变成走向跟金星完全不一样的道路，所以我们表面才会有大海啦，有生物的产生。啊，地球咱免讲啊，地球咱其他的可拢要讲地球的啦，啊，地球英文是啥？20啊，这两个都是罗马字，这个来自英文，可是它原来的罗马字的神叫盖亚，它是大地女神，滋养大地的女神。所以它也是神之一，只是说它这个名字，这个名是盖亚翻成英文，我们用英文来20来叫地球。来下一颗，火星。你知道火星是战神哈？战神马尔。Mars， 你看对他下一句。哎，那个闽南语还啊？闽南语课。老师有教过吗？你有好奇号上火星那课哈？哎，有2年级有上到这一课。战神马尔斯。战神马尔斯哈，因为它表面，表面都红色的，会让人家联想到血，所以它是战神。火星上面。完了，有问题了。然后我觉得它的2极有冰的存在。固态。还好我都在滑。对，因代志做多呢，都不能静下心上课。曾经有一段时间。我们怀疑火星上，因为咱用望远镜观察，发现火星上有运河。当然你们念过，我们派了太空船登陆火星之后，还采集。那个好奇要问他那个车有没有回收啊？有。因为为什么不回收啊？为什么就丢在那边啊？那车那么贵。失联了。没见你，因为我们回收不了啊，我们怎么让它飞回来啊？单脱离地球一定要火箭都有料啊！你登陆月球，为什么可以飞回来？太近了。登陆月球可以飞回来，对啊，太近也因为航程短，它还一艘母船在外面绕行。他只派了登月小艇啊，登月小艇很轻，所以他再发射回来跟母船结合，再由母船把它载回来。但是火星远，你不可能燃料让它飞到那边还够
再飞回来。哦，所以一个单程底下，啊，不恁知影迄个，他在那边挖东西、探测、检测都在那边独立完成，而且它的结果就是用无线电波把结果传回来。啊，那个，除非我们下次再去，顺便把它带，又要来回的把它带回来。这系列叫做类地行星，给地球这班长。因为咱住伫地球，类地行星的特点就是它的组成成分都是金属跟岩石，所以它的密度比较大，都大于1啦，最少也是4、5。好，还有一个特点，它的卫星内底唯一地球有一颗卫星就是月球。其他都无卫星的存在，啊，不过后壁4粒就不一样了。来，咱开始看，第1粒是啥？木星。木星哦，木星叫啥？木星呢，英语叫丘比特。丘丘比特有啥物事？木星啊，不需要木星的。我以早拢嘛准吼，丘比特，我拢嘛准丘比特是迄个有翅膀的小男孩在发射一把箭的。后来我才发现丘比特不是哦，丘比特是天神，今天会宙斯了。这是它的希腊名称，希腊名词，丘比特是它的罗马名字，所以咱是用它的罗马名字来命名丘比特，比天神的对吧？天神宙斯。天地啦，啊，就即摆，咱的宗教咱叫天公伯啊啦，所以恁想到大家去庙里拜拜。你庙里拜拜时阵，程序安怎样知？你要去庙里拜拜，你毋是先向外口拜，向内底拜嘛？第一个一定先拜外口，拜外口要拜啥？唔知啊？迄叫拜天公。外口庙外口踩迄个路叫做天公路、天公路。你第一个一定就是先拜天公，迄个天公就是即个玉皇大帝。先天公拜了，看你的庙内底信啥，你较拜庙内底信。好，为中啊、右边啊、左边啊，一个拜二楼啊、拜地。但是第一个拜就是拜天公，咱讲的拜天公。希腊罗马的天公就是丘比特，木星是上大了的。木星再大一点哈，它可能会形成另外一个太阳，因为咱后边这4粒哈，拢叫气体行星，它都由氢、氦、甲烷这些气体组成，所以你绝对唔捌听过人咧登陆木星的啦，因为木星没有路给你登，你若真正派一个飞船、太空船去木星，你愈飞愈近，你会感觉伊的大气愈来愈浓厚，落尾你规个互卷入去。木星哈，木星有95颗卫星，95粒的卫星。然后木星顶管有一个特色的，伊顶管有一个大红斑，这个大红斑是啥？你看木星的图，木星星球上有个大红斑，这个大红斑是木星顶管的红胎风暴哦。这个大红斑可以塞3个地球在里面。木星上一个台风有3个地球大小，而且它吹了，从我们人类观察以来，吹了几百年我消失，小那也红胎给消失。咱的红胎是大气嘅旋转啊，咱拄着陆地摩擦，拄着山，富国神山会动起来啊。不过木星无陆地啊，所以木星的红胎是规个一挂星球的结构嘅
对这会细呢。所以你在看后边类木行星，你敢有看到一个特征？你敢有感觉讲它们好像都有横的条纹，有没有？为什么它会有横的条纹？因为它们星球整个跟着自转啊，所以一类自转轴，以星球物质是整个是气体行星，所以它转久了，它自然就会不形成一条一条的条纹。好，跟咱有固体的无共。好，那有硬的地壳的无共。所以这是木星，木星有一个称号叫做彗星杀手，因为一做大了，它的重力会吸引从太阳系边界来的卫星，经过它旁边的时候，受它的重力吸过去。曾经科学家有翕别讲，连续好几颗彗星排队栽到木星里面去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没有木星哈，彗星撞到地球的几率会高很多。那一颗彗星如果撞来地球，我跟你讲，那对地球的生物是浩劫，那可能跟6500万年前一辆小行星相同哦，有可能引起地球生物的大量灭绝的。恁得，咱俩会不会这种人影啊？彗星撞地球啊？小行星撞地球啊！但人类，我们跟恐龙不一样啊！我们现在会观测了啊！如果我们今天观测，科学家算到说这颗彗星或者小行星的路径会砸到地球来的时候，所以等一下给它练起来啊，就要派出什么太空船载着核弹去把它预先爆掉啊，对不对？之前拍过很多这种电影啊。但是因为彗星哈，它吸了，木星吸了很多卫星、彗星，所以地球性命于难。后来后一个土星，土星上出名的就是伊的环，对无？伊的环是啥物件？土星环，伊的土星环其实是破片，有一种讲法是。土星曾经有一颗卫星被撞破，整个碎片变成土星环。不过科学家一般认定土星环的形成是土星在形成的时候，就是吸引一些破片绕在它的周围，变成土星环。土星的环的宽度很长，好几百公里宽，可是它厚度很薄。我记得的数据差不多15公里而已。15公里在太空中是真正足够的。你莫讲15公里，我会行足好。尤其是土星可以比地球大那么大，地球的直径都6000多，半径都6000多了，更何况土星。土星的英文是 Saturn， 因为土星规粒看起来是迄个土色的，黄土色。Saturn 是农业之神 ，Saturn 是丘比特因老爸，丘比特是马斯因老爸，啊，所以这 Saturn 就是上一代的天王啊，太上皇对啦，啊，爱了来，丘比特继承了一个变做咱讲的谷物之神。耕作之神啊，类似耕作之神。好，土星跟土星，土星我们讲卫星啊，来，土星的卫星有146颗，但是一般说来，我们会把比较规则在它内部的卫星24颗，可是有外面绕着的比较不规则形状的，因为你想想看它的环。如果你今天环上的每一个小穴都算成它的彗星的话，都算它彗星的话，那更算不完的啊！啊，所以你也爱看安怎定义耶。来，下一颗呢？海王星。天王星呐，麦港插队了。天王星。Uranus， 我们中之一。你个天王星跟伊什么关系？
伊是因老爸对无？伊是因老爸对无？啊，所以伊对，伊就是因老爸。Uranus 就是上上代的天王啊，就是因传位的安尼 Uranus， 所以这天王星啊，所以它不是现代的哇，啊，伊传给 Saturn 传给 Jupiter， 目前是 Jupiter 啊 ，Jupiter 已经在做战神。这个我有没有拼错少一个 A，URA， 拼错了 ，Uranus。基底是8颗行星里面唯一是用希腊的名称来命名，因为因那神就是希腊罗马神话故事，都同样的故事，但是这神的名字有希腊名字，有罗马名字。刚刚地球是英文名字，这是希腊名字，剩下的全部都是罗马的名字，就是这些神罗马名字。好，天王星有27颗行星，好，有27颗行星。来，熊会界海王星。还有海王星有没周公啊？我海王星就没有直系关系了，因为已经又发现海王星的时候不可考了。咱人类最早用望远镜用肉眼观测，只看到前5颗。我们在地球上用肉眼。或者用一般望远镜、天文望远镜，咱敢来当看甲土星尔。咱是安怎会发现天王星呢？更高级的望远镜。我们是从土星的轨道发现有异常，底下这异常，是外面有一颗星体在影响它的轨道。很好啦，上课的。我们是先从它轨道的异常去推算，说那个地方应该还有一颗行星，然后推算出来以后，我们根据我们推算出的位置，拿望远镜，那种望远镜就是那种可以长期摄影曝光的望远镜，有底片的，就是从我们算出来的轨道去对着它一直追，把它微弱的光源一直集中，终于看到了。所以天王星是这样找出来的。找出来以为没事了哦，结果观察天王星的轨道，又发现有异常。原因也是外面还有一颗，又是这样找了一次，越来越难找哦。找到海王星。海王星是海神的意思，因为它是整个蓝色的，深蓝色的星。当然，接下来故事又发生了啊，海王星也被影响啊，就因此找到冥王星。找到冥王星呢，真的很难找了。你从地球要看冥王星那么远，后来当然。我们后来可以发射那个哈勃望远镜。哈勃望远镜的特点是它不是在地球，你离地球还是有大气层的干扰，所以哈勃天文望远镜它是发射到大气层外，从大气层外它变成一个像人造卫星去看，没有大气的干扰。再加上我们还派出太空船，我们派出一艘那个太空船叫冥王星号，伊的目标就是冥王星。它有一个名字叫什么？我不太记得了。反正它目标是冥王星哦。然后它发射出去哦，它就要侦测我们太阳系最偏远的一颗行星。它在哪一点发射出去了？你知道吗？它在
2006年发射出去的。结果它发射没多久呢，国际天文协会就开会把冥王星降级了。所以主持这个计划的博士气得要命，它就不再是行星了。你有刚刚你也很生气，你发射一艘要去号称要去探测太阳系外最远的行星，结果这艘太空船发射出去之后，天文家开会说它不再是行星了。但是它一样，它不会只有一个目标冥王星，它一定都计算好。它依序飞过各个行星，而且你知道冥王星要飞多久？我告诉你哦，它在中间飞过火星的时候，除了探测火星之外，绕过去而已啦，没有登陆。一定要探测火星之外哦，它还利用火星绕一圈的力量，这种向心力的运转，也就是火星用它的重力把它加速，甩了一圈再甩出去的时候，它比原来的速度加快，比脱离地球时候的速度还要快。它经过木星的时候又这样玩了一次，再被木星这样甩了一圈再甩出去，经过这两道的加速了后，它才能在有生之年飞到冥王星。他如果依照飞出地球的速度，这个科学家可能没有办法在他有生之年看到他到达冥王星了。现在他已经飞过去了，飞过去之后干嘛？要不要回来？不用。没了，你就往无边际的太空飞出去了。好，那个什么先锋11号也一样，行星探测完之后就飞出去了。而且上面还带着一明信片，明信片上面还画着我们地球的位置，还有画着地球的生物，还有录地球上各种声音，鲸鱼的叫声，什么风声，什么雷鸣声、闪电声，你都没有上听。外星人，如果今天捡到这个的还是原始人在那边跳的，那当然他可能只是把这个明信片当成敲核桃的用具而已。那最后这些外星人是跟我们不用比我们文明还先进，干咱美好的外星人，一个有材料去解读这记载的物件，他又有本事制造出一台机器，把上面的磁带记录的声音解读出来。你感觉这有冒险无？咱你甲外星人讲，咱才有活人哦。满不一届外星人是充满敌意，想要殖民外星的，那我们是不是会有危险？都拍够嘛？可是哦，其实我们有一种想法，所以说，如果像人类这一种没有继续维持和平，咱现在地球永远是不是各国之间仍然是战乱？从1战、2战，现在又快3战了啊！你知道这每次世界大战会死多少科学家？爱因斯坦当初就是被希特勒逼出来的嘛。那希特勒当时屠杀了多少犹太人？他屠杀这些犹太人内底有偌济会甲爱因斯坦比较的人，拄啊找一个爱因斯坦出来。今仔人是和平，无定定内底有10个爱因斯坦。按照人类科学进程，我跟你讲，搞不好现在没有癌症，癌症都不是不治之症。但是咱人类把所有上巧的头脑、上济经费开伫啥？开伫互相残杀。所以咱没有脱离这一种，我们有没有可能变成星际间非常先进的文明？我感觉做定。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假设，如果今天真的有比我们还要高度文明的外星人，
他们应该不会是属于一种互相残杀的种族，好，不然他们不可能进化到很高的科技文明啊，好，好，来，后边这4个我甲讲过，甲头前4了，这叫类目行星，它的特征有什么差别？你会当讲5项无？类比甲类目的差别。来，咱统整一下吼，免讲嘛，类比拢是伫内底嘛，类目拢伫外口嘛。是安怎才拄好？不是，因为类地它的密度比较大，等于是它引力比较大，所以形成说一个太阳的重力吸伫内底，这样轻的拢吹去外口，所以它的密度都是1左右，它的密度可以到4、5。然后卫星的数量，天王星27粒，海王星16粒，木星、土星拢几百粒的，其实接近100上下。这里只有地球有1颗，其他没有。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差异。然后后边冥王星被归类成矮行星，来195页，它有3个定义。行星的定义：第一，围绕着恒星旋转；第二个，能接近球体的形状；第三，能清除轨道上的小天体。冥王星跟它周围的恒星就是不能实现第3个，所以这一类1、2符合的，不能符合第3的被叫矮行星。那如果只符合1的，那就是太阳系的小天体，那个连矮行星都不是。咱彗星为对来，太阳系的边界闯进来的。太阳系的边界有时候会闯进来，这个闯进来有时候是很规律的，就这样绕一圈。有时候就来一次，你再也看不见它了。哈雷彗星76年会绕一圈。所以一个人很难得一辈子看2次哈雷彗星。你讲我出世拄来，我切到老袂过会看到。问题是你出世的时阵伊来，你敢知伊来啊？你看到要记得看，你好歹要10几岁吧。那下次来的时候你几岁了？所以很难得啦，很难得。来流星陨石，这个应该大家都知影。好，咱今仔就大家。